免費又唔辛苦嘅養生方法係乜嘢？大家好，我係開心小靚太，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既慳錢又有效又唔使辛苦嘅養生方法，就係叫吸收大自然能量。道家養生方法有好多，其中一種叫食氣。簡單講，食氣就係吸收大自然能量，達到強身健體、延年益壽，甚至有美顏嘅效果。其中最簡單嘅一種方法就係曬太陽啦。太陽有可以睇到同睇唔到嘅光線，其中睇唔到嘅遠紅外線。日本醫療界嘅專家經過臨床試驗，遠紅外線對多種疾病都有治療功效。特別光譜裏面8至14微米嘅遠紅外線波長，更被醫生專家形容為生命光線。我哋每日只要曬10零20分鐘，大自然免費提供嘅陽光，除咗對身體有益，增強免疫力，仲可以令面色紅潤。大家記得要日日同陽光做朋友，病痛都自然遠離你。記住避開中午紫外光線最強嘅時間，同埋唔好暴曬啊！